一台送驾驶的货车因为锁无好势，驾驶舱落来，司机去扣的时竟然加一支分，警方已经甲开发。台北市鸟鼠四价卵野保团体认为，下药仔的方式会影响生态，环保局强调，下鸟鼠药仔是最后的手段。总统赖清德对小华第二飞转来台湾，这撮来回，因的副总理拢有做伙行动。总统除了感谢，也传达行向世界的决心。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7号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总统赖清德突破中国的阻碍，顶礼拜六有成功去访问咱的友邦史瓦蒂尼，也那今仔日早起也已经飞转来到台湾。要11点的时，伊有伫桃园机场来发表谈话，强调台湾人是有权利通好行向世界。从5月2号出发，到今天5月5号回到台湾。历经了84个小时，来回25000公里的飞行，我们圆满地完成了这一次拜访友邦史瓦蒂尼的外交任务。这趟国事访问，有媒体用突破来形容过程中的外力波折，但实际上，国家元首之间的相互访问，本来就是再平凡不过。这一次行程的一度受到阻挠，反而让世界看到台湾人民走向世界的坚定决心和意志。地球是圆的，世界是大家的，台湾是世界的，台湾人就是世界人，台湾人有权利走向世界。而这赖总统有讲到地球是圆的，这台湾嘛是世界的，伊嘛特别来感谢史瓦蒂尼的副总理查杜利，感谢伊有做伴飞去到苏国，而且今仔日阁陪伊飞转来到台湾。赖清德是讲这本书就是电影《温馨接送情》同款，这机场的谈话呢是敢若短10分钟尔尔。总统也有强调，这台湾人是爱和平甲自由，而且会以稳定甲负责的态度，伫世界的舞台来提供更较侪参与甲贡献。另外，咱要继续来关心的是，咧新竹竹北的中华路呢，昨下晡有一台送驾驶的货车，因为这后车斗的车门锁无好势，几人的驾驶舱呢，就安尼落来，有的甚至阁已经咧喷驾驶啊。结果这司机去咧扣的时，竟然是加一支分。警方接到通报了后，已经甲司机裁罚。送驾驶的货车驶到一半，后壁过来的驾驶桶煞熊熊落地大路，而且搁哪练哪喷驾驶，司机赶紧落车要扣。有民众看到司机也搁咧食薰，拢讲有够危险。迄驾驶都已经流出来啊！迄少年人搁伫遐食薰哦，真正有够危险的。驶迄车本来就袂使食薰啊，伊搁安尼食薰哦，真正是看到惊死人呢。应该要有那种危机意识吧。因为毕竟是那种危险气体之类的东西。代志发生伫拜下晡，新竹县竹北市的中华路。根据了解，是因为货车的后车斗排气，驾驶桶才落下来。其他的驾驶业者讲，平常时都会要求员工送驾驶的时，绝对袂当食薰，就惊发生危险。这毕竟是那个危险物品嘛，我们对于一般的作业流程，我们都有相当的一些规划，规范要实施的。员警到场发现是货车后车斗超销断裂导致所致，立即管制交通并协助排除，现场已恢复通行，并依法告发驾驶人。警方除了针对货车驾驶进行相关处分，也提醒民众平常时都要定期检查车辆，以免造成意外。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另外，伫中华昨时来发生车都塞车的事故，造成2个人死亡，阁有2个人受伤。这受害者家属表示，代志发生到呾，拢无人来甲回实的。这车都塞车呢，有影嘛是对这社会已经是真大的负担啊。希望这司法会当还予因一个公道。中华伫8日透早4点外，一位85年厝姓高的驾驶接毒塞车，发生严重的车祸事故，造成2个人死亡、2个人受伤的悲剧。受害者家属表示，拄到这款代志真歹接受，希望司法会当严格处罚。没有都没有，我觉得应该那个加重。当然一定要去严惩啊，不然我一个比较简单的，你今天是在我们这个家庭，那其他家庭呢？他今天被关了，他出来。那下一个家庭怎么办？
谁能保证？没人敢保证。中法官为去年到今，计共发生5件截毒赛车发生严重车祸意外，拢总造成5个人死亡，12个人轻重伤。面对愈来愈接发生截毒赛车的车祸意外，有民间团体指出，肇事者必须替家己的行为负责，但源头的药品、毒品管理防治嘛真要紧。那现在还有很多的。任何的现在新兴的毒品一直在不断的产生，预防端就是当有虞犯或者他有药酒瘾的初期的症状的时候，我们能给予一个很严密的社会支持系统。根据内政部警政署的统计，今年1月到3月，全国已经查到3223件截毒赛车的案件。警政署指出，目前政府单位嘛正在推动多项的修法，要严格执法，阻止截毒赛车犯罪。民间团体是认为，嘛要介入关怀有验酒、验毒的人，建立社会支持帮，才会当真正减少悲剧的发生。记者杨淑静中华报道。因那伫高雄市区，昨暝一来传出枪声，这是有一台白色的轿车，毋但是拒绝临检，还佫弄这警方的奥多拜，落尾是由警方开枪成功抓到人，而且嘛发现伊同款是有食毒。半暝仔高雄市区传出几若声枪声，足一台警用的奥多拜约一只白车，原因是伫咧初时暗时，警察伫咧中正路还有体育路口看到一只白色轿车伫咧停黄线，就去盘查要求伊落车。我现在依照警察职权行使法，请你下车配合盘查。嫌犯原底跟影配合了后，油门搭咧走咧旋，而且各弄警察的奥多拜，警方对车倒并的前脸开5枪，双方是一直局。最后，这个嫌犯伫咧中正1路还有3道1路口，家己弄到路边的石头，去用逮捕。了后，这个嫌犯去用带登去警察局进行快筛，确定是截毒赛车。李男身上起获2级毒品依托米脂烟弹2颗。本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刑法公共危险罪、妨碍公务罪，移送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除了移送地检署侦办，警察嘛对这个嫌犯逃逸的时阵，危险赛车等等交通违规行为开发。拢总上悬会当罚19万2千块。政府能够支援民间单位去做预防初期的症状的时候，我们能给予一个很严密的支持系统。我们有中途之家、治疗性社区、諮商辅導，然后我们再进行家庭的修复，让他能够成为一个正常的人。今年1月到3月，全国已经查到3223件截毒赛车案件，有6个人去用弄死，105个人受伤。截毒赛车是一直传，警政署嘛表示会继续用毒品喙瘾快筛、强力执法，嘛会下部会推测预防性羁押、甲处罚提悬，还佫有连坐法等等相关的修法，希望当加强吓警的作用。记者综合报道。民国113年的11月，伫高雄市有一个姓吴的查某人呢，伊是涉嫌甲盗窃犯的亲生后生甲苦毒确死。外界是即期社会局是有疏失，监察院调查了后公告这纠正案，认定高雄市社会局处理的过程是无够周至，也来影响到囡仔的权益。因那社会局是回应讲，会来建立这个机制，加强对风险评估的认定。真的是从床上摔下来的吗？高雄市这个姓吴的查某人，伫113年11月涉嫌苦毒1岁半后生，互法院裁定收押。因为这个家庭本身是高风险家庭，囡仔自112年6月出世，社会局都开案关怀。不过这1年半时间，社会局小刷接到2解通报，头一摆讲喙皮乌青，后续认定无细儿童的，3个月后第2摆通报囡仔有受伤，所以因为阿母无配合访视，社工嘛无亲目睭确认囡仔状况，安置会议无提供完整的风险评估，囡仔无得到安置，或这条小小性命就安尼消失。即摆监察院经过调查认定，社会局的处理有过失，进行纠正。社工这边其实可以依照这个儿少权法来协请这个警政单位来协助，可是他们却误以为说这个部分必须要很明确的状况，他们才能够去请警政单位来协助。针对监察院的纠正，社会局表示，因为姓吴的查某人见摆当着社工要访视的日子，就会主动来报道，甲社工讲囡仔最近的状况，降低社工的记录。不过，针对这款高风险的家庭，社工确实无够警觉。因做这件代志了后，也专工设计一张6月以下的评估表，帮助社工处理个案，嘛甲健康病期建立同步机制。本来约好的，然后特别他自己跑来的这种状况也是不太寻常哈，也要特别留意哈。那不管怎么样，就是
后来我们其实6岁以下的孩子每个月都一定要看到孩子。社会局表示，无论是脆弱家庭还是低效保护社工，针对6月以下通报个案，除了全面采用评估表以外，嘛要求逐个月拢爱亲目睭去确认囡仔状况，尤其访视袂使干那听家长讲的，搁爱多方面去查证，毋忘提升低效保护的防护网，互囡仔会当安心大汉。记者柯家库超用高永昌报道。再来看苗栗竹南一间自助洗衫店，礼拜暝时竟然是传出火烧，加在是无重大的灾情，初步判断可能就是烧拍电引起的。消防局是表示讲，伫2024年时是完成这馆内洗衫店的清查，有用到假术，而且接超过80公斤以上的店家才有列管。自助洗衫店出现真大的火光，民众带一个边仔的店家嘛，赶紧摕灭火器来灭火，也紧通报消防队到场支援。疏完车主到场之后，并未发现有爆炸的现象，但已有浓烟冒出，车主人员立即布水线进行灭火。早早半暝11点外，苗栗县德安镇华东街这间自助洗衫店发生火灾，消防局举报赶到现场拍火，好在再无造成重大灾害。业者尾嘛赶到现场做善后工作。就是 logo 墙的广告灯，就是那个广告灯的变压器管路。哦，所以还好没有影响到机器这边的。算不幸中的大幸。火调人员经过调查，初步判定是因为用电无细致引起火灾。业者表示，好在店内有准备灭火器，第一时间民众发现及时拍火，灾情才无扩大。毋过自助洗衫店状况嘛真济，彰化都要发生起爆意外。台中今年初，原来有餐厅员工甲有油的名字倒布摕去自助洗衫店行搭，造成小规模的火灾。精油的燃点呢，大约是在50到100度左右，那刚好符合我们的烘衣机，在高温的状况下，会造成这个精油有可能会自燃的现象啊。使用液化石油气，它要串接场所要80公斤以上的一些场所，我们才有这个符合我们法律的规范的一些基本的设备。苗栗县消防局表示，2024年已经完成县内自助洗衫店的清查，不过符合消防法列管条件的，敢若占少数。消防局表示，这间店使用的是天然气，依照消防法无需要列管。县内118间洗衫业当中，敢若4间是需要列管在案。民众认为，除了应该加强列管，嘛爱定期稽查，减少类似意外搁再发生。记者采访报道。阿里山真出名的爬山步道明月线呢，是传出有一个民众伫咧经过22号桥的时，无细力转摔落去。这林铁厝是赶紧派人去甲挨出来，加在送病医了后是无性命的危险。你除了腰痛，还有其他地方不舒服吗？苏桥人问摔落去山壁下面的4号查某人，确认伊人是清醒的。这查某人甲7个登山客斗阵，到热门的阿里山登山步道明月线去爬山，经过明月线22号桥时，无细地摔落去山壁下面，山友赶紧报警才来救人。女性伤者年约32岁，不慎摔跌落边坡约6公尺深，伤者意识清楚，主诉腰部疼痛，消防人员以背负方式送抵登山口。为了缩短救人的时间，林铁厝出动大车，在这个搜救队伍到案发所在附近。搜救人员找到伤者了后，按伊行出深山，结果由大车转搬再往阿里山园区送医治疗。搜救队伍为免王女2次跌落受伤，于是轮番背负撤出，随后由铁道台车接驳，再至阿里山园区后，再由救护车再至医院治疗。他那个北院这也是一个大众路线，不会去注意到一些小问题。你只要稍微不留意啊，那种滑倒啦、绊倒啦，有些山路啊，你看到它是好好的，但它是松动的，你一踩就滑下去。专家提醒，山区有真侪风景、真水的登山步道，行也是翕相时阵爱注意这环境，避免去大坑下落去山壁下面。建议有人斗阵去爬山，并且爱注意天气的状况，降低这个意外风险的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的消息，即马咧受到这华南云雨区的影响，台湾中部以北这天气是无介稳定的。气象署也来发布大雨特报，特别提醒着新竹到南投，也有花莲的山区，都要注意这局部性的大雨，而且无稳定的天气会直直到阴暗。
雨一阵一阵咧落，天气是湿湿冷冷。华南喷雨区向东边线，中部以北的地区雨是真明显。若新竹县一透早佫出现15度8的低温，新北市部分的所在温度嘛无到16度。这云一波一波咧入来，拜二早起各地区的天气有关无稳定。白天降雨是比较明显，这各地都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特别是北部地区及中部的山区，可能会有长延时的局部大雨出现。那在晚上之后呢，降雨范围也是比较类似，不过整个雨势上变得逐渐零星，然后也逐渐的趋缓。拜三拜四天气会变稳定，高温嘛升登去30度。若拜五开始，新一波黄霜雨的方面就搁要报道啊，搁加上东北季风会搁增强，中部以北高温会略降。礼拜母亲节迄天，水汽会略减少。气象专家讲，短期内拢会是这种一波一波刷入来黄霜雨的方面来影响咱台湾。封面的移动速度都还算是蛮快的，也蛮有周期的啊，大概下个2天停个2天啊这样子的频率。吴德英讲，按目前电脑的模式，伫5月底到6月初，可能会有黄霜雨的滞留方面影响，毋过这也是有变数。若气象专家林德温提醒，拜二是入夏，所以来因为气温变悬，雨变多，湿度嘛变悬，这蠓虫就会大大来生炭，提醒乡亲就要注意蠓虫降价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天气，来看这台南的爱文山啊，呢是生了真好。农业局按算今年这产量是会加2-3倍，也毋过即摆农民煞开始烦恼讲，到时若阵这山啊的量伤济，安尼绩效颠倒会落。台南市农业局是来回应讲，目前已经启动内销北部，也佫有外销去日本甲韩国等等的策略，会摒说，或者果子的绩效加较稳定咧。一粒粒黄红色的山药挂在树仔顶，看起来真好食款。即阵台南爱文山药当咧白落啊，按算6月要迎接大丰收。今年台南气候算稳定，山药树开花含结果率拢真好，按算产量比往年加2至3倍。这主要是和农民为着高品质、特定的蔬果有关系。虽然看到规丛树满满的果实，因心内加减烦恼产量伤济，绩效会落。爱文芒果啊，整个芒果去年的产量是很少的。对啊，所以导致芒果果树本身它的养分是很充足的。那它在去年休息了，那今年它整个就爆发了。今年的价格大概会比去年再下降一些啊，多少的话就是要看市场机制了。台南山药种的面积有6853公顷，占全台一半。过去这爱文山药绩效一斤100至150块，台南市农局和农会已经当咧规划，因拍算内销会去北部，那外销目前以日本市场为主，大约占总出货量54.3%。兼会直接加工厂，可以买来做果子干甲高食。出口这边会做努力的处理。另外一个，今年呢，在我们预警冷链市场，今年大概是9月会完工，那也就是说6月的时候开始会做一些分级包装出货，也加大一些出口的能量。那消费端业者嘛有无共观察，今年产期虽然延到4月中才卖，但是果实品质占甜度有影真稳定。因讲就算基本工资和营运成本拢起，目前无调整绩效，比较农民只会度过山药大出的压力。是芒果它是其实比较丰盛，在外销还是在贩售方面，它是品质会比较稳定。为着要拼买起，市府按算5月会先启动山药冰柑比赛，6月底办山药节系列活动带动话题，甲今年丰收的能量转换做实际上的收入，用买起守护在地果农的心血。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这阵仔在台北市鸟市是安尼4价2，所以下药的方式呢嘛来引起讨论。有野保团体是认为讲安尼做，毋但是无通好控制这鸟鼠的数量，其他的野生动物若准食到，佫会造成生态冲击。因来台北市环保局伊是强调讲，其实下鸟鼠药啊已经是最后的手段。鹰仔伫天顶咧飞，鸟鼠是因食物的来源之一。台湾猛禽研究会指出，对2021年到2024年送验的死亡猛禽内面有61%验出体内有鸟鼠药啊。台北家人的鸟鼠鹰样本验出率更较悬，有92%，挖近70%，含有2种以上的药剂，佫有鹰仔类的体内竟然市面上5种的鸟鼠药啊拢有，只是非常严重的，包括我们所有人。都可以随意的买到老鼠药这件事情，它根本没有控管。现在就是让整个生态系就是走向崩坏的一条路上。
保育团体烦恼，鸟鼠药啊，可能一开始只是偷鸟鼠，不过食鸟鼠的猛禽甲蛇类嘛对咧受害。鸟鼠是真后探种，猛禽甲蛇类是探种较慢。那大规模偷鸟鼠药啊，后续会有更较大的问题。那就会造成所谓的生态空窗期。那这样的情况下，这些老鼠其实缺乏天敌压力，又可能因为产生了抗药性，最后可能造成另外一波鼠患诱起。学者指出，鸟鼠类防治伫国际上倾向综合病媒管理，首先爱科学监测，搁爱强化环境的管理，降低因内化学药制定。不过目前台北市并无监测，所以这个鸟鼠的灾害到底偌严重，也无定论。的确是个未定论的地方，但是这也是我们也因此要去加强去检测的部分。目前台北市府拢以1999市民通报数字减少来回应鸟鼠的灾害，并无像外口讲的遐尼济。环保局阁讲，耗药啊是最后的手段。填补鼠洞或者是我们把这个废弃物，就是等于说这个老鼠居住的环境的，能不能够更有效的去清除？那至于这个投药的部分，是我们最后的手段。针对外界质疑，鸟鼠药啊无应该落现坑咧，应该放入药盒仔底。环保局强调，疑原的相片显示的是。甲药啊，等入去鸟鼠啊坑附近也是插入去，毋是凊彩黑白蛋，嘛是为着翕相才会有开树话。未来投药啊甲清销的资讯会公开，互民众知影。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的部分，先来看这极地观光邮轮红迪亚斯号呢，是来标出汉塔北斗死亡的案例。即嘛是停伫西非外海维德角附近的这个海域。世界卫生组织是表示讲，目前这传染的风险是犹阁算低，因为这病毒的源头，专家犹阁咧调查。I am currently on board the MV Hondias, and what's happening right now is very real for all of us here. We're not just a story. 医护人员测试贝克利红迪亚斯号，甲2个出现汉塔病毒、呼吸道病症的船员撤离。目前船顶还有150个人走袂开，因方要求伫咧船顶隔离，内心真焦切。There's a lot of uncertainty, and that's the hardest part. All we want right now is to feel safe, to have clarity, and to get home. 实验室结果已经确认，一个出现病症的患者感染汉塔病毒，另外一个已经过身的荷兰查某人病毒检测嘛是阳性。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船顶6个受影响的乘客当中，3个人已经过身，3个人病情严重。不过，这摆的状况对公众的风险是较低，无需要惊吓，也是进行旅行的限制。I'm not worried in Cabo Verde. We have to say that still the risks we are investigating because on the road, on the boat from Argentina, there were people hopping off the boat and on the boat on different islands on their way to Cabo Verde. And so there is a transmission risk. 维德角政府要是无允准红迪亚号客换，船顶当咧积极和西班牙政府联络，找找互乘客落船撤离的可能性。汉塔病毒主要是客机动物胃炭。尤其是接触到因的尿、屎、喙烂，专家就指出，汉塔病毒的暗作期可能长要几若礼拜，有一寡感染者初期会出现亲像流感的状况，亲像发烧、亚痫，暗过病情真紧就会恶化。也若讲病毒的来源，目前还无确定。荷兰公共卫生机构就推测，可能是船顶的鸟鼠啊喂炭的，嘛无排除乘客伫咧南美洲停靠的时阵感染的。有一寡研究嘛显示，伫咧阿根廷、还有智利出现一种汉塔病毒的亚型，也有少数人喂人的案例。这可能性目前还搁伫咧调查当中。公视新闻是会中编译。伫德国东部城市的莱比锡，即阵呢有一个33岁查甫人，唔知影什么原因，雄驶车入去到市中心人咧行的即个区域，造成2个人死亡，也阁有真侪人受伤。警方是有随掠到人，也若这详细的犯案动机是还阁需要调查。救护车的警示声直直弹，大批警察伫咧街仔路口封锁线，也有民众甲救护人员当咧抢救倒伫涂骹的伤者。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拜一下晡发生汽车弄人群的事件，造成真侪人死伤。Wurden mehrere Personen verletzt, 2 davon leider auch tödlich, 2 weitere schwer verletzt und es gibt mehrere weitere Verletzte durch Wegspringen etc.
意外发生的时，市中心人来来去去，一台轿车所汹涌撞入民众咧行的区域，大家惊甲四界走。警方伫车内抓到一个33岁德国男性，而且对犯罪现场展开大规模调查。Es ist eine Amoktat, von der wir sprechen. Also wir gehen von einem Einzeltäter aus und haben momentan auch keine Hinweise, dass es gegenwärtig noch eine Gefährdungslage gibt. 目前警方当咧理清嫌犯的动机，初步认定是单独犯案。来比时市长也第一时间赶去现场，安打市民惊吓的情绪，强调局势已经完全控制。Die wichtige Botschaft ist, dass alle Menschen davon ausgehen können, die Lage ist jetzt geklärt, es gibt keine weitere Gefährdung, alle können nach Hause gehen. 这几天来，德国摆真侪届发生汽车冲撞也是压倒攻击的事件。虽然嫌犯已经抓到，也毋过冲撞的动机是刁工攻击、政治因素、宗教因素，也是心理健康的问题。警方也搁爱深入调查。这站悲剧也搁再引起社会大众对高浓缩攻击，也搁有公共安全的关注。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这中东的局势，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因重要的石油工业区，讲有受到伊朗的无人机，也搁有飞弹的攻击。因那伊朗这边呢，因是放出风声，讲有去拍到美军的军舰。针对即马这波斯湾的乱象，联合国是警告讲，反对伫这搭来抓出大规模的军事对抗行动。航班追踪网站显示，真侪飞去杜拜甲阿布达比的飞行机，伫所有的阿拉伯天顶飞来飞去，甚至搁改飞去到阿曼首都马斯克特。波斯湾航线大乱，因为伊朗搁再发动攻击。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外交部拜一暗发声明，指控境内主要石油工业区受到来自伊朗的无人机攻击，引起火灾，海边也无平静。伊朗半官方媒体指出，2粒飞弹击到美军伫雅斯克港口附近的军舰。ارتش اعلام کرد با اخطار قاطع و سریع نیروی دریایی ارتش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ز ورود ناوشکن‌های دشمن آمریکای صهیونی به محدوده تنگه هرمز ممانعت شد. 不过，美国中央司令部虽透过社群媒体答文反驳这个讲法，强调并无军舰受到损害。电报指控伊朗发动小艇甲无人机扫了商船，美军已经绑了6到7架伊朗快艇。另外，有一架南韩营运的货轮也传出爆炸导火，掉伫海峡。美国总统川普伫社群平台证实，而且邀请南韩加入美方的自由计划护航任务。面对川普指控，一个北约国家伫伊朗战争当中对美国支持的力头无够，北约秘书长鲁迪回应，欧洲已经听入去啊。And we also see many countries now starting to pre-position key assets close to theatre for the next phase. So I would say again, the Europeans have heard the message from the US and the US President, like last year with the summit in The Hague, where we collectively agreed for a stronger Europe and a stronger NATO. 针对波斯湾搁再起冲突，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真烦恼，强调荷姆兹海峡必须爱保持开放。联合国强调立场，认为各方必须爱遵守国际法，确保这个海峡的航行自由。联合国反对伫这个地区进行军事对抗，呼吁各国都爱较有站责的。4月初，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冲突又搁升级，国际油价起码6%，美国4大指数全部收乌，道琼搁较落557点。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译。再来看，这美国普利兹新闻奖的名单已经公布，报道这川普政府政策也有影响的作品是摕到真侪项大奖。另外有报道这社群媒体 Meta 造成诈骗甲 AI 风险的作品，同时也来得到肯定。这委员会是强调讲，伫新闻自由之下，媒体都要坚持公平对话，也有报道真相。2016年普利兹奖的名单公布，甲川普政府政策相关的报道是摕到真侪大奖。这个报道包含蓝色影响政权、利益冲突、甲移民执法。华盛顿邮报因为报道川普政府甲马斯克对联邦机构大规模的裁员，也有对国家造成久长的冲击，来得到公共服务奖。路透社是一届摕到国家报道甲重点报道2个大奖。重点报道的作品是亚康美泰安全空棒，而国家报道奖的作品是咧讲川普发动政治报复的行动。国家报道奖的得奖记者表示，因规套的深度报道做几年，这拢要感谢所有的参与人员。I think in the end we published about 7 special reports that made up this series, which we ended up labeling The Revenge of Donald Trump, which was apt because it covered an array of targets of the president's retribution campaign. 纽约时报是摕到3项大奖，其中突发新闻摄影奖记录加沙地区因为发生战争致死的破坏甲摇机，另外还有报道川普甲家族对总统定期内得到利益的调查报道奖。Staff of the New York Times
for deeply reported stories that exposed how President Trump has shattered constraints on conflicts of interest and exploited the money-making opportunities that come with power, enriching his family and allies. 美联社也空涉股企业甲中国合作的大规模监控工具的报道得到国际报道奖。明年所大新报报道天主教学校弥撒期间发生的枪击案，这个报道有调查性、有温暖的故事，摕到突发新闻报道奖。普利兹奖的委员会指出，在北京甲五角大厦限制新闻自由的这当时，普利兹奖的肯定又搁再凸显新闻工作在民主社会当中对抗审查、追求真相的关键角色。国际新闻张淑芬朋友。继续来关心，这总统赖清德已经对施瓦蒂尼飞转来到台湾，咱空军是派4架 F-16的战机来陪伴飞行。其实赖总统这抓安尼来回，拢是坐这4国的专机，而且因的副总理查杜利拢有做回来行动。赖总统有特别甲感谢，也强调这台湾袂因为国际的打压就安尼救起。虽然讲这行程有小可受到阻碍，也毋过伊这抓也互国际会当看到台湾人行向世界的决心。我们回来了，历经了84个小时，来回25000公里的飞行，我们圆满地完成了这一次拜访友邦史瓦蒂尼的外交任务。访问史瓦蒂尼行程结束，总统赖清德5透早回来，在桃园机场发表谈话。中华民国台湾用行动证明，真正国力的展现，不在于让别人屈服。而应该是为所有人带来幸福。你是航空版的温馨接送型的最佳女主角。正常担任特赛来台湾陪赖总统去史瓦蒂尼的副总理扎杜利，搁再送访问团登来台湾。赖总统回程也是坐史瓦蒂尼 A340的专机，毋过起飞了后就走东南边，毋知马达加斯加、毛里西斯等开航情报区，飞搁较向南的路线，闪开中国领空甲敏感的南海航线，搁再飞过印尼、菲律宾登来台湾，中途是无停靠加油。因为专机一路真受关注，伫航班追踪网站相关超过1万人追踪，正做全球上长的航班。实际上，国家元首之间的相互访问，本来就是再平凡不过。就像我们出门拜访朋友一样，是每一个国家的基本权利。这一次行程的一度受到阻挠，反而让世界看到台湾人民走向世界的坚定决心和意志。赖总统强调，台湾袂因为打压就久转来，这个行程虽然一时受到阻碍，不过颠倒，让世界看到台湾人走向世界的决心甲意志。凡是真正希望中华民国台湾能够走向国际，被全世界看见的国人，都会更多的祝福跟期待。而对那些非常生气的、冷言冷语的，就是当初在阻扰总统出访的黑手。我相信这个黑手以及我们在外交竞争的对手都在对岸。行政院长邓永泰是表示，赖总统这次出访，互国人是料想未到，不过也真鼓舞人，相信国内敢若有队友，不是走动的对手。记者综合报道。2014年时，一个摕到书读奖的查某老师，互人甲抢劫，而且搁甲杀死。对1审到经3审呢，拢是判这个凶手死刑。也毋过经4审的时，煞是改判无期徒刑，而且定案。即马这检察总长邢泰昭，伊是认为这个判决违背着法令，伫咧落任进前提起非常上诉。虽然讲被害者家属是真感谢，也毋过针对后手这司法的审理，其实是无啥期待的。我好不容易从忧郁、躁郁、不必吃药这样过来，我不能再搞那个，再受到那样的影响，我那睡不着觉。开真侪时间，才渐渐袂记哩伤痛。司法长吕教师并安尼被害家属交代要是真歹接受杀人凶手，敢若封判无期徒刑，原地就是无希望啊。不过即马煞有机会转倒。你有后悔觉得伤了他吗？这场被告是10多年前，凶手刘志明举公推啊，伫高雄的公有停车场随机杀害退休的女教师，犯强盗杀人、强制性交的伊，即马互检察总长提起非常上诉。他的这个见解以前没有出现过，没有看过说哦，因为非计划性的这个
犯罪，他就不认为是情节最严重。宪判第8号也没这么说啊，公正公约的见解也没提到这样子的看法，等于是他自己提出一个很特殊的看法。这个非常上诉的理由，最高检说明，落尾确定判决引用公正公约，因着随机发生的强盗杀人犯罪行为，并不是经济上严重的罪行。若甲计划性的犯罪行为相比，非难上较轻，有理由无盾甲违背法令的问题。台湾的无期其实就是有期，只是对被害人的无期痛苦的徒刑，也不敢期待，因为法律上怎么规定我们不知道。但是至少唤起，向大家又开始注意这个案子。实际上，凶手对1审到经3审，原底拢是判死刑，煞伫经4审了后改判无期徒刑。面对检察总长邢泰昭伫下任进前提起非常上诉，被害家属表示感谢，不过对结果敢会有变化，却是无咧期待，因为专案的后续又是要经过最高法院审理。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个检察总长邢泰昭呢，伊的任期是做到初7，赖总统有提名现任最高检主任检察官徐锡雄来甲接任。也毋过即摆南北两党连算是即期这徐锡雄甲政治界是行上晚，所以投反对票，落尾这个提名无通过。徐锡祥未获得超过全体立法委员1/2之同意票，依法不同意为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伫咧国民党还有民众党人数优势，立法院初5否决检察总长人事动议案的案件，原底是赖总统提名现任最高检主任检察官徐锡雄，确定无机会啊。民进党团就讲，检察总长人事案无涉及党派，若是在野党挑议局要阻挡人事案，社会自有公断。这1年多来啊，大家看到所有的人事同意权在立法院非常可惜的一个地方是，不分你这个人选啊，你哪怕是赖总统提出的在社会上大家认为这个颇具声望又具专业，大法官的人选是如此啊。那还有我们前面看到中选会的人选是如此，那诸多的一个优秀的一个人才就在蓝白联手之下就把他给封杀掉了。立院就表示，这摆表决无采取激烈的对抗，不过会甲立场讲清楚，而且接受结果。南北阵营算是针对徐锡雄的经历，还有政治中立性提出质疑。我认为他的核心历练较为不足了哈。那主要大家可以看到，他较缺乏这个2审检察长的这个历练了哈。那除此之外呢，他曾经担任国安局副局长，还有法务部的正次哈。我们也比较担心呢，如何在司法跟政治上做一个明显的区隔。如果这位总长没有办法独立的行使职权，而是完全要听命赖清德先生的话完全听命执政者的话，我想没有办法公正独立行使职权的检察总长，我们是没有任何的期待。现任的检察总长邢泰昭任期伫咧5月初7就满，不过虽望人事案无过，徐锡雄要是会当以现任最高检主任检察官代理检察总长的职务，不过因为敢若是代理的，无总长的法定资格，无法度行使非常上诉的权力，恐惊嘛影响到民众权益的救济。记者综合报道。国际局势看板着经济来看，台股今仔日是以4708点开出来，也毋过无到1点钟的台股就跌100多点去啊。也若台积电表现嘛无介好，早盘上价是2240块，跌35块。美国8月4大指数收盘了后拢报落去，加上美战事又搁紧张拖累着台股8日的表现。虽望讲开出红盘，搁捌跳起哩4万过885点的新高，可惜无到1点钟就为红变乌，早盘上价捌来到4万过522点，报落去超过180点，不过也是伫咧4万点大关徛在在。应该是算是非经济因素的干扰，就是中东这边的干扰那涨多回档也有，毕竟台股的乖离率目前以季线乖离已经达到18%，那18%不算是个小数字所以在这么高的乖离，当然是震荡难免。台股起起的趋势较平，和宽达股表现较软实嘛有关系。初5台积电以2250块开出来，早盘上价2240块，跌35块，一直落底。也若台达电
早盘上价捌来到2145块，博75块。不一个联发科却是继续跳空起停，来到3155块。专家就分析 ，AI 相关的概念股要是真强，不一个包括散热族群走势较弱，因为中东战事的影响，伫咧航运和大塑化等等油气类股嘛，阁受到重视。今天的盘面其实相对的是电子传产都有比较平均的表现，不像是过去这2天是以科技股为主的涨势。因为油价有一个上涨，所以塑化族群也有转强的迹象。专家认为，拜二的台股伫咧指数过关了后，季线乖离已经超过18%，乖离若收大，有时阵对特定的事件对股价影响性波动嘛会加强。目前台股也是属于盘面波动的震动，并不是趋势反转。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有9百个护理人员是要求这3班的护病比就要赶紧立法，因是来这期这标准公告超过2档煞约未立法，嘛要求这卫福部要建立有约束力的执行甲处罚的机制。国际护理日特别到了，9百护理人员拜2号就街头，伫卫福部头前要求3班护病比就要赶紧入法，袂使搁拖。护理团体强调，护理人力长期拢伫咧高压甲过劳的状况运作，袂使搁甲完长期食做延前的理由。那阮家己要好好，阮想要好啊，顾病人。系啊，咱若甲护病比吼，而且合理的程度，甲降低，吼，一方面病人绝对是安全的。我相信这民众绝对甲阮徛做伙。护理团体针对卫福部提出3个疑问：第一是质疑标准广告超过5年，煞也未入法；第二嘛不满预算有够，煞搁委头开始讨论；第三是指出目前70外派的病院已经有达到护病比的标准，煞因为20外派的病院设完长期。护理团体表示，这是总统的承诺，要求总统就1周年5月20进前完成法制化，嘛要建立有约束力的执行甲处罚机制。或制度正落实，一定要3班护病比入法，刻不容缓。我们没有要让政府打折，我们也没有要让政府继续拖延。按入这个叫做3班护，这个机构设置标准，这那不是医疗法，讲真个卫生福利部，伊就会当搁找大家来开会。甚至伊一个命令就搁甲改去。护理团体嘛讲，若3班护病比敢若写入医疗机构设置标准，卫福部也通用行政命令做变动，嘛烦恼约束力头无够，所以希望列入医疗法，才通提悬法律赞助甲强制力，来保障护理人员的权益甲病人的安全。记者郭金勇、王志光台北报道。根据这卫福部所定的指引，居家托育服务的这年末呢，就要接受无定期的访视。不过，常常有访视人员或者保全挡伫个外口，这是真歹发挥监督的功能。所以，因是要求中央就要设明确的作业规范。互联部热台过身的开案引起社会关注托育的安全议题，嘛推动立法院3读通过《儿童托育服务法》，对制度强化保护囡仔的安全。不过有徛过托育的联部电竞表示，社区管理委员会定的规约，甲法定访视员和社会局的徛过拜访小冲突，嘛造成囡仔的安全风险增加。他们在访视我的时候，大楼物业不能让他换色上楼，我必须带着拖盒下去，其实增加了不少危险性。托育法不更新，真的有爱心的托育人员会渐渐灰心。为着要保障囡仔安全，避免联母超收，根据居家托育服务中心访视辅导工作指引，徛过托育的联母要接受无定期的访视。有民团表示，虽然有卫福部的指引，要是定有访视员和保全以社区安全规约的理由挡在外口，也是先通知联母出来，尽量发挥监督甲预防虐待功能。曾经有就是访视辅导员通知透过管理室通知托育人员之后，我们的访视辅导员在大厅等了30分到40分之久。如果今天托育人员有明确超收的行为的话，其实这30到40分钟的时间是非常充裕，足够让托育人员藏小孩。卫福部表示，儿少权法和儿童托育服务法仍有明定禁止妨碍访视，会阁向地方主管机关发函提醒。那内政部是讲，社区规约无法律强制力，要是依法律保障儿童托育安全较优先。公寓大厦的管理人员或者他的这些委托的这个业者，他并不清楚我们中央的法令。那这个我们可以透过行文的方式给社会局。因不同公寓大厦各种不同的基地的条件，还有生活方式所定的，它并没有强制力，不能进去会影响到托育安全的话，放在社区规约，我想是在位阶上面可能太低了。
兵团甲联部拢要求中央部会，应当互托药人员有接受受到政府的保障，有申诉的管道，也得要求社区规约禁止妨碍客家托药甲访视，继续互制度愈矫正来确保儿童安全和照顾品质。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之前有风声讲，伫台湾咧训练的新加坡的部队，因为台湾甲中国这关系是真紧张，所以要来离开啊。也毋过最近伫屏东恒春，也是有人看到。山头传出庆声和大烟，树林内底有阿兵哥撞来撞去和喊声。青沙劳动节连假天拄光，屏东恒春半岛的山区，就部队咧做训练。虽然穿的军衫和咱国军要共，但是详细看，应该是 SAR-2新加坡的步枪。原来这阵新兵的阿兵哥，就是踮台湾训练超过50年的成功部队。这看起来都是属于那种就是攻山草啦那种训练，他们是用他们自己生产的步枪。他们是用训练弹，一般常常会在有半夜的时候我这边都有记录到半夜大概2、3点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枪声啊什么的，可能有一些比较敏感的民众就没办法睡觉这样。当地民众表示，这届是今年第3摆的任务，大约是2个连的阿兵哥，拢会伫恒春的赤牛岭山区做拍山头的训练。特别的是，新加坡属于正兵赛的车型，所以因的军车很多路拢伫正手边。因为新加坡自1975年就开始有甲台湾签协定，送军队来训练，毋过拢改价调，所以互民众感觉小可神秘。哦，介久也捌听过，即摆最近较毋捌听过安尼。介前有啊，可能伫迄个邦寮遐，也是恒春遐吧，可能遐基地遐有咧训练吧。恒春居民表示，成功部队长期伫台湾训练，对恒春的地形真熟，动作流利佮专业，而且阿兵哥介热情。出草的时，若看到居民，佫会拍招呼。毋过居民希望部队做训练的时阵，会当彩牌仔标示清楚，则袂无适宜行入去训练的区域，互相干扰着。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再来看云林土库的后部社区，这段的路边是有种70丛的雨伞树，也毋过最近这雨伞树的树尾是规排拢互人甲撤掉，敢若剩树身尔尔，看起来袂输是规排拢是死去的树啊。规排树仔去用整甲清气溜溜，引起民众讨论。伫个云林土库后部社区这条路，过去为着要互景致较水的，所以种一寡树仔，沿路种500公尺，差不多70丛的雨伞树。最近煞去互民众发现讲，树枝甲叶啊，拢总去用煎蛋杀。你看规排出较安尼啊，完全拢无迄种树尾啦，对吧？完全拢无树尾啊。之前有甲公所有反映。会讲尽量卖加安尼啦，无咱尽量去找专业的有无，去甲树枝，大约甲修修的。土库顶公所表示，雨伞树仔因生甲足紧的，紧足够碰起来。这条路的树仔实在是伤过大丛，最近才着袂少做事人反映讲，这树仔会去砸着日头，影响因的种作。加上风台期间有真侪树仔倒落来，所以因才会来做大增修。大概截短掉1/3，原本10米嘛，现在大概剩6米、7米左右。我们做一个截短的动作，因为而且它的扶根也都影响到那个道路的那个通行的安全，对，所以我们做一个截短，而且这个生命力很强盛啊，我们估计大概3到4年后，它又会回到原本的高度。土库顶公所表示，即届有要求厂商咧剪的时阵，就爱甲剪的长度控制伫咧3分之，爱兼顾安全，也佫有景致，希望外界会使体谅。毋过民众是认为讲，要剪是会使剪，毋过莫剪遐尼济，才袂变甲遐尼歹。记者综合报道。因为伫咧南投的水里呢，是有一张300多岁的墙啊。最近这叶啊甲树尾是落甲真无顺常，经过会勘认为有可能就是破病啊，刷落会甲县政府协调救治。南投水里乡的永兴社区，遮大丛的橡仔树是一丛母仔囝树，上倒边是母树，对母树的树根生出去，正边的是囝树，树龄有300多岁，树根有6.2公尺的粗，悬26公尺，算真大丛。不离过，社区的民众讲，最近2、3年树仔敢若怪怪，若亲像破病的款。本来是落叶啊，哇，拜怎落落来，枝头拢落落来，树尾拢一直打起。树尾拢无新的这个嫩芽哈。有可能伊的树根啊，有一部分已经有受伤，还是感染病菌。春天到啊，毋过树仔无剥成影，
树叶啊，佫落真多，连树尾嘛落落来。专家讲会安尼有真侪原因，除了树啊流破病以外，嘛有可能树根互人用暗暝土啊，佫砖仔角砍掉的，无法度喘气。水利乡公所表示，可能进前县府咧铺砖仔路面的时阵，有伤到树根，加上最近较欠水，真仔会先甲水，才来想办法救树啊。有买2粒大水塔吼，来要先来灌溉用吼，水分先来保护住。了后吼，咱等县府吼一个新闻来，因准阮拍开的话吼，阮会把铺面迄个水泥的部分哦来拍掉，互伊较透气咧。建议讲砖头来开花，啊，经由同意，伫未来要安那来甲改善，啊，甲讲要安那来救活即丛即个牛樟树，这才是上重要吼。因为上仔附近的土地有公家的地，嘛有社区的地，较复杂。议员建议拢带来开花，做伙保护即丛老树仔，互老树仔会当做社区重要的资产，继续生长落去。记者杨英修南投报道。台记文扛棒来关心的是，伫1954年发行，捌互人做是禁册的类音宝鉴，这是头一个由台湾人家己来编的台记文册。这本册到今已经搁印54届啊。馆内手稿资料呢，嘛，互这眉山文教基金会捐予国家图书馆。伫家己院长的见证之下，回音宝鉴的手稿资料正式交予国家图书馆。这本伫1954年发行的回音宝鉴，是头一本由台湾人家己编的台记文册。研究这本册教授表示，回音宝鉴对早期台语文化推广甲保存有真重要的意义。伊收集了真纯正的台湾音，而且呢，阁有参考着泉州音、漳州音泉州、漳州这2个音来到台湾之后的融合的改变等等来编做这号的文册。稍微早年来家里。要教的时候，那个就是非法集会啊，就是非法集会啊。但是戒严还在嘛非法集会啊，那在派出所登记啊，它都有案的，就是违反国家国语推陈政策。这本回音宝鉴是由家园梅山乡的中医师辛富进先生所编的，为着要互毋捌字的民众嘛会当来学台语，才来编这本回音宝鉴。为1954年出版到去年，计共印刷要10万本。回音宝鉴是非常难得的伊会当将所有的台语音QQ 做一会那对于有心去研究台语的人伊来学台语有非常大的帮助。回音宝鉴的原稿伫2003年的时阵，由新附近的后生捐予梅山文教基金会。基金会认为这是真重要的文件资料，所以佮捐予国家图书馆。希望透过国家图书馆的典藏，和记录台语文化的珍贵历史，会当好好来保存。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今仔日东北季风小可减弱，但是东北部阁有东部天气嘛是较凉。华南分护区向东边线，台湾中部以北甲东北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北部地区甲中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以上就是这个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